話說一般學琴嘅時候，通常都會由高音譜號 Middle C 開始學，之後就會慢慢咁數上去。不過以前教幼稚園嗰陣，我就作咗一個故仔俾小朋友聽，等佢哋認識高音譜號嘅音名。故事學五線譜都有故事聽嘅咩？有，想唔想聽先？唔想。咁故事係咁嘅，首先我用5隻手指比喻五線譜上面嗰5條線，咁而你係大 B 啦，咁大 B 你作為屋企最尊貴嘅 BB， 屋企人會將你擺喺屋企嘅中心點，保護得好好地。咁當時我係咁樣表達嘅，記住。之後我問翻佢哋大 B 喺邊啊？點知佢哋成班小朋友咁樣表達。成班 BB 都咁做，好壯觀喎！係啊，同8個老婆一齊上吊一樣咁壯觀。哇！8件一齊吊，何其壯觀啊！咁你對唔住佢哋家長啊，道歉。對唔住各位家長。所以喺高音譜號嘅世界裏邊，大 B 就係屋企嘅中心點，然後充滿住 FACE FACE。